毋捌唱过野手，拢有。好，好，不要紧，差不多唱第一届，等下唱来唱第二届吼。咱做伙来经第二集，预备来。信息621首，勇敢坚固信徒。这首信息，等下咱来试看嘛吼，看那个押韵的感觉，会不会忽然跑得出来吼？好，咱先唱第一集。袂拄着押韵的问题，要毋过咱看第二段那个，不是第二节，是第一节的第二行。好，第二行那个要唱什么？不伦，不是无伦啊，无伦伊会写无，然后不伦就写不，好，所以爱唱啥？不伦好歹，好，可以吗？好，不伦，好，来第二集，咱先读一个好啊，因为有一个词足厉害的。好，来预备开始。拄着忧闷伤悲，四面地包围，调教拢无彩工，信仰袂摇动。虽然拄着对敌，要具靠主能力，一发坚心奋斗。咱看白话字，乌一点乌啊，奋斗，吼，向前行天路，奋斗。为什么爱唱奋斗呢？第三节继续来读，等一下就可以解惑了。预备来，救助施恩保护，得信心帮助，保护帮助。好，继续。关在行进路程，通行接欣心，要行四面风声，无互环境较赢。每日坚心奋斗，向前行天路，因为奋斗天路，甲头前保护帮助，才有押韵啊。所以第三集搁读一届，足趣味哦。押韵才有好听，无
保护帮赞，哇，破掉了，无好听。安尼了解吼？因读的第3节，阁是介预备来，救助是阮保护，得信心帮助，愿在行正路程，通行接因心，免惊四面风声，保护环境较赢，明日健身奋斗，向前行天路。咱做伙吟第3节。继续，请咱安静心，准备参有再去写礼拜。点着，请今年领洗礼的肢体。彼得讲：主啊，若真正是你，命令我行水面去你遐。耶稣讲：来，彼得落去水面，总是伊一个看到风遐尼大，又惊，煞要沉落去，大声喊：主啊，救了！耶稣随时伸手甲伊扣着，讲：小信的人是安怎得交期？这是大感节的第2主日，这支蜡烛叫做信心，愿信心的光对咱每一个人生命中照出来。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你知我的小信，虽然阮对你只有小信，
总是求你使用，互这小小的信心，就亲像蜡烛火，照光世上黑暗的所在。奉主名求，阿门。咱的吟圣诗第26首，但愿感谢上帝。会唱请起立。咱求完听咧，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都是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生女玛利亚出世，伊本着比拉多忍耐受苦，并是日死埋葬累苦。第三日对乡中国外上天，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会对遐顶个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信和共同的教会，会上通，下面对国外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篇原文18篇，上诗也是诗篇67篇。愿上帝怜悯阮，赐福予阮，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愿万国欢乐，唱歌欢喜，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土地有生产五谷，
愿上帝赐福予阮。咱三甲额头祈祷，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阮的主，感谢你顾守阮经过一礼拜久的时间，互阮有即个好的福气，通伫遮来三甲组织来敬拜你。伫即个圣的主日大降节第2主日，感谢你临在阮的中间，互阮兄弟姊妹会当共心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来朝见你，来感恩的心，用心灵甲心识来敬拜服侍你。愿主你来欢喜接纳，也愿你要来领受你通过妇人牧师所透放的信息。互阮更加有智慧，会当照你的旨意安尼来行。主啊，阮生活常常得罪你，离开你的道路，佮浪费你的恩赐。求你赦免阮的罪，也教示阮来学习，会当来学习来原谅得罪阮的人。主，今仔日是你圣的主日，求主你会当提醒阮家己，也提醒阮的身边的兄弟姊妹。会当大家伫咧有限的生命的中间，搁来看重属天的代志，求主帮助阮，互阮有智慧甲力量，会当来愿意谦卑来领受呼召，尽心尽力来服侍，使阮的信心的脚步会当来跟对你。主，你是安尼听阮，甚至将你的性命完全来赏赐互阮。因为你的听，互阮会当来愿意来奉献家己，我一生来照你的旨意来活，愿专心全意来服侍你，拄起阮公的心，赐互阮一个新个活命，甲柔软的心，会当以基督的心做心，凡事来思想天顶的代志，求圣神开阔阮属灵的目睭，互阮真知影你，真捌你。愿安尼感谢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来看上帝的话，罗马书14章13节到18节。所以，咱唔通搁再互相批判，反倒当决心无做互兄弟。也是姊妹的信仰受阻碍，跋倒的事我知，佮主耶稣互我确信，逐项物本身拢清气。人若想讲无清气，对迄个人来讲，迄个物就无清气。恁若因为所食的物，互兄弟也是姊妹心艰苦。你的行为就毋是出自疼心，你毋通为着家己所食的物，互兄弟也是姊妹抵到灭亡。因为基督已经为着因死，所以毋通互恁看做好，真做人的诽谤。上帝主权的实现，毋是靠食物，是靠圣神所赐的公义。和平甲欢喜，用安尼来服侍基督的人，会互上帝欢喜，嘛会得到人的称赞。赞美，请圣歌队重新转往圣诞。
正道，请道牧师伊要传讲的信息是公正。不要紧。道牧师伊要传讲的信息是公正、和平、喜乐。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咱今仔日是大降节的第二主日，即期腊节会，第二期的腊节会，伫传统顶头，咱会来称做信心，或是准备来临。即期腊节会吼，所以今仔日咱邀请咱今年伫咱中间新受洗礼的群体。伫这个所在点起来，特别用彼得的这个故事，其实拄拄咧对咱讲一项代志。人生可能咱一开始就对家己，还是对这个世界无啥物信心，总是若有上帝的光点伫咱的生命中。一支信心的腊节会，都有可能会当伫咱每一个人的信心内底、生命内底来点起来。愿上帝帮咱扶持，互咱真正有上帝信心的瓦靠伊来活伫这个黑暗的世代。这是我要邀请你，你附近的兄弟姊妹，特别即摆天气真冷，所以会当互彼此一点仔温暖，所以会当互彼此。言语顶头的温暖，也是会当握手，互附近的兄弟姊妹得到上帝的温暖。这是请开始好无？甲伊讲一个温暖的话，所以会当甲伊讲，愿你平安，愿上帝祝福伫你的身躯顶头。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的怜悯，互阮通做伙自执。感谢你赏赐，真正互阮领受到上帝你的疼。虽然有时阮会伫黑暗，有时阮会伫寒冷，有时阮会伫病痛。主，阮知。你的开来要甲阮做伙伫地，求主帮助阮，帮助阮的性命。虽然伫困难的内底，总是有缘有法度，有够劲的信心。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毋知咱敢爱食干贝，还是龙虾？咱即摆已经过了真好啊！吼，古早这叫做真歹食着的物件，即摆咱大概真侪人过年的时阵就食会着，对无？吼，干贝甲龙虾，啊，咱知影干贝甲龙虾伫圣经内底，旧约圣经内底看做无清气。咱知，咱可能是我知影讲猪肉伫旧约内底是看做无清气，总是。真歹势哦，干贝甲龙虾，伫旧约圣经内底嘛，互人看做无清气。所以猪肉甲迄个有壳的动物，有可能古早迄个现代人会安尼解释讲，内底有可能有细菌吼，啊，像是古早的猪肉咧处理的时阵，有可能有一种病伫内底。总是是安那上帝对龙虾遮尔无好感的，是安怎？龙虾也无犯着上帝啊，但毋是咧，活了真好啊。对旧约圣经流传到现今，随上现今阁有真侪犹太人，真侪守即个洁净条例的人。这个条例人现在伫希伯来文内底会当称作曲西。曲西犹太裔的作家，我认为曲西上会当来解说的一字叫做合宜。合宜吼，
然后犹太列比，这嘛是顶世纪哦，这种顶世纪到即世纪的美国人啦吼，犹太列比努斯呢，伊讲假使咱若爱用几字来描述伫旧约圣经内底所讲的无清气的物，那安尼我会讲就是无正常。无正常的物，所以杨腓力这位基督徒的出名的作家，伊是安尼讲，伊用一句话来解说旧约，这个洁净的条例律例，就是拒绝怪胎甲无正常，拒绝怪胎甲无正常。实际上，即种拒绝怪胎甲无正常，咱知影伫旧约圣经内底嘛包括啥物货？你敢知？包括伫经期中间的女性，甲生产的女性，我毋知影咱捌读过。包括月经经期中间的女性，甲生产的女性，包括有梦遗的男性。佮包括啥？包括有生皮肤病、生烂疮的人，以及任何摸到死人尸体的人，这拢伫旧约内底，咱若详细读，咱就知影，拢犯着无清气。这个无清气，因为主耶稣来拍破这一切。主耶稣来，伊要对咱讲的是上帝恩典的革命。所以过去互人看做无清气，就是身躯顶头开哥以及外邦人。主耶稣主动行因，对因带来医治甲拯救。主耶稣更较欢迎过去互人看做无正常的人，啥物会叫做无正常？就是一只脚一只手，这拢互看做伫旧约圣经内底拢互看做无清气哦。迄个目睭看无的，失去目睭的，这个主耶稣更欢迎过去互人看做无正常的人。来自上帝国的宴下，所以就是因为这是一场的革命，一定有一寡人无法度适应，有一寡人的革命就是安尼吼，革命有外在革命甲内在革命，内在革命迄个更较歹突破，所以换一句话来讲。罗马书14章，其实保罗其实咧处理的，就是即场主耶稣带来性命的革命。传统上认为罗马书14章的分类，就是较坚强的吼。罗马书14章有讲到有一寡人较坚强，有一寡人较软弱。传统上的解说是认为保罗是根据种族，就是犹太人甲外邦人来分类。总是近代学者毋是安尼认为，是安怎保罗会特别针对食啥物货，对食米的这个条例甲安息日的条例咧，提出伊的看法咧？桑德斯这位近代的神学学者是安尼讲。伊讲违反临者的律法，差不多亲像违反安息日遐尼明显，因为咱是逐工拢咧食物件。坎贝尔这位神学的学者嘛安尼讲，伊讲罗马基督徒用各自无共款的方式来夸口。有的人感觉伊食是坚强，有的人感觉伊无食才是坚强嘞。
有可能哦。所以伊讲，因为安尼，因忽略了因对基督共同有的效忠，无法度彼此接受。所以保罗才会伫遮安尼劝罗马的基督徒，罗马书14章13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所以咱毋通搁再互相批判，反倒着决心，无做互兄弟，也是姊妹的信仰受阻碍绊倒的事。原文上尾一句，应该是做无甲兄弟放绊骹的物，也是互人绊倒的物。其实这读起来读无啥会出来，分别无啥会出来。迄个绊骹的物，就是人咧行过的时阵，你剩一支骹，雕工的啦，听有意思吼？就是人若咧行，拄咧行的时阵，就亲像有人滚绳笑，迄个要坐落来的时阵吼，迄椅仔啦扣掉，迄个叫做雕工的啦，迄个叫做绊骹的物的意思哦吼。然后互人绊倒，意思就是咱都无调故意，咱毋是故意的，就落一个物件伫遐，结果互人绊倒啦。所以是迄个叫做调工的，甲无调工的意思哦。原文呢其实是有这个分辨吼，调工的甲无调工的意思。保罗咧对咱讲，不管咱是调工的，还是无调工的，总是拢互人绊倒。伫信仰顶头，咱会当自由选择要食啥，遵倒一日做圣。总是假使咱会自由调工，或是无调工，互咱的兄弟姊妹绊倒，甚至造成互相批判，那安尼就应该下决心莫做。就亲像主耶稣安尼讲，马太福音18章第6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无论什么人，互信我的人中间，微细的一个犯罪，宁可互人用大石磨绑伫暗棍，沉落深海，沉落深海。其实，耶稣伫遮用当时列比的表达方式，咱啊现代文学顶头拢会当称作夸饰化。就是真夸张的描述。主要说咧，教咱毋通凊彩用家己信仰的自由，免得人因为咱的缘故去杀伊。John Green 这位英国的哲学家安尼讲，伊讲。听伫彼此敬重、甲接纳的中间开花。咱爱知影人甲人的中间的关系有听，就爱对迄个理解咱彼此的无共款开始。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有性别、职业以及原底家庭的无共款，伫真侪无共款内底。怎样互相尊重甲接纳，其实就需要听。斯托德牧师是安尼讲，听人的心会体贴、软弱的良心，甚至会为着尊重别人，限制家己的自由。罗马书14章14节 A 段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我知。个主耶稣互我确信，逐项物本身拢清气。好，原文应该安尼讲：伫主耶稣里，我知并且确信。实际上，这个知甲确信拄好来表达两种咱人的无共款的认知。
一种叫做客观上认知，所以我知，我客观上知道，我知影这样代志是本质是安尼。然后主观顶头，我相信，所以这是两个无共款的表达。这两个无共款的表达，保罗讲，我知影这既然是逐项食物拢是清气的，毋是保罗家己凊彩讲的，因为保罗是根据主耶稣的话，主耶稣是安那讲。马可福音第7章19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对外面入去人内面的物，无一项会互人无清气；对内面出来的，才会互人无清气。这后壁是注解吼，这放伫和合本内底，咱若读和合本就读会着。这个注解就是耶稣是指一切食物是清气的。这拄拄咧讲这项代志。保罗伫遮咧讲，这其实是主耶稣所讲的。咱来知影，对犹太人来讲，遵守犹太律例的人来讲，食物所有的食物拢是上帝的赏赐，只要照上帝的律法来分类甲处理，就会使。总是对基督徒来讲，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伊的工作。这就改变了咱看待旧约这的律法对食物清气的条例，咱无搁照这个字面来顺服这个律法，是听叹主耶稣的教示。主耶稣是啥物款的教示？食物既然是上帝所做的，那安尼拢清气。当然，我毋是教咱讲迄个若过期的物件食吼，毋是吼。咱爱注意迄个过期是毋是有过期啊？吼，理性顶头咱爱知影，迄话是无够清气的。实际上，这嘛应该是这个看起来刚强的人，因的信仰立场甲自由。对保罗来讲，啥物会叫做较刚强的人？较刚强的人是完全会当运用家己自由的人。较刚强的人是会当敏感去测验，啥物货是人甲人互相中间的絆骹的，互人绊倒的迄粒石头，伊会当选择无去做、无去批判的人。所以罗马书14章14节尾段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人若想讲无清气，对迄个人来讲，迄项物就无清气。实际上，当时伫罗马教会这个信徒内底，犹原有一寡人无够清楚，因无得到这款食物的自由，看待食物的自由，因犹原相信应该照字面来顺服上帝的律法。来断定这个食物是清气还是无清气，所以假使伊若主观认定这个食物无清气，对伊来讲其实就是无清气啊。刷落去，保罗是安尼讲，罗马书14章15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你若因为所食的物，互兄弟也是姊妹心艰苦。你的行为就毋是出自痛心，你毋通为着家己所食的物，互兄弟也是姊妹抵到灭亡，因为基督已经为着因死。啊，若你自由伫遐咧食肉，互这个边仔看到的兄弟姊妹感觉忧愁，那安尼就毋是因为痛来行事做人啊，对无？你伫遐自由伫遐大食大啉，结果别人看你食，感觉心艰苦，那安尼，就毋是因为疼来行事做人。加尔文是安尼讲，既然基督为咱，互咱得到的自由是祝福的，那安尼，这个祝福咱得爱谨慎，毋通
滥用上帝的恩赐，互咱的自由，互人来诽谤，或是互人来指责。保罗其实伫另外一张批顶头讲到听的时阵，伊是安尼讲，伊讲哥林多前书13章第7节，伊讲仁爱会包容一切。这个包容，即字有一个希腊文真特别的用词，包容原文的意思就是触定，触定啦吼。所以有人若翻译做这个忍受，或是加看，属灵遮盖，其实就是对遮来。吼，咱若时常听真侪人咧讲加看，迄个就是包容啦，就是触定的意思啊吼。触定是为着保护厝来存在，然后触定爱忍受逐款天气的状况，无论落雨、风台、降雷，总是事实上，虽然有人来翻译做忍耐或是忍受，总是忍受，毋是这个触定包容的目的，是手段。这个包容为着是要保护，厝顶咧忍耐为着要保护厝内底的人甲物件。希腊文的字典会当查到，即字有3个意思，拄好会当来讲3种的包容。第一种的包容叫做家母的包容，就是免受到攻击。就亲像咱囡仔的时阵有生迄个老鹰抓小鸡，咱就知影迄个鹰鸟要来掠迄个鸡仔囝，然后咧，这个爱担任迄个家母的人，就爱好好保护条的，算安尼来看的。所以有迄个包起来的意思。包容其实，所以咱的翻译做包容，其实有这个意思哈，包起来的意思，就亲像诗人安尼讲，诗篇17篇第8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求你保护我，亲像保护目睭人，惹看我，伫你是的。咱读到惹看啊吼，所以迄个厝顶其实是惹看的意思。第二是大船的包容。咱爱知影起大船，为着要保护的是即家人甲动物，无互大水来淹死。所以大船就是忍受风影，免受到大自然灾难的侵害。所以创世纪第7章第7节就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那甲伊的囝。伊的某、伊的新妇，拢入大船，闪避大水，闪避迄个灾难的意思。所以，这个包容其实有迄个闪避灾难的意思。第三是上困难的代志，叫做对遐个咱应该听的人的包容，就是惹看伊的过失。这种包容上困难，也是保罗伫这张批内底所讲的重点。伊要讲听会当忍爱会当包容一切，记的就是人甲人中间的迄款的包容，伊爱因互相遮看。咱爱知影一项代志，咱对遐个咱应该听的人，应该去保护的人，应该包容的人，有可能这个人是互咱受伤，甚至攻击咱的人。总是伫基督内底仁爱、克爱、包容一切。这就亲像智慧的人咧对咱所讲的迄句话。箴言17章第9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袂记得人的过失，会得到友好的回应；
代志叨叨念，会互亲密的朋友所怨。咱若真正赦免别人所犯的过失，就是宽容别人的过失，咱会热看，就是包容。咱的热看甲包容会得到人的欢喜。啊，总是假使咱头壳内底一直记得啊，伊当时做毋对，伊当时做歹，然后呢，咱若头壳一直记的，就会喙就会一直念对吧？叨叨念啦，就会一直讲，啊，你拢迄阵仔拢做遮个代志，你拢安尼，你拢安尼，那安尼就是上好的朋友嘛会变面啦。总是免啊，伫即个仁爱的包容下面，互人知影做，就是认错咧。这其实是另外一个功课，而且是更加困难的功课。这伫諮商學頂頭叫做面子，吼面，我毋知影迄個台語要哪講，伫諮商內底叫做面子，這是更加困難的功課。總是佇遮咱要學的功課，其實是包容，因為這就叫做疼。羅馬書佇這個所在所要講的，其實我認為保羅就是要講這種疼。羅馬書14章16節，做伙來讀這段經節，做伙來讀來。所以毋通互恁看做好的，誠做人的誹謗。原文應該安尼翻譯講，所以毋通互恁的好被誹謗。對教父的時代開始，就有人咧問講，保羅所講恁的好是啥物？恁的好是針對啥物人所講的？咱若對頂下文來讀判斷，這個好應該就是毋免遵守摩西律法的自由。保羅針對的是遐個教會內底自認家己較堅強的人。保羅咧對因講，恁有的好，即款的自由愛細緻，毋通誠做互人絆倒的歹。簡單來講是安尼，毋通互人絆倒的歹。所以保羅其實是咧問講啊，為着一半的肉，造成兄弟姊妹屬靈頂頭的毀壞，當有價值。因為佫較有價值的是下面這樣代志。羅馬書14章17節，做伙來讀這段經節，做伙來讀來。上帝主權的實現，毋是靠仁者，是靠聖神所賜的公義、和平、甲歡喜。保羅講，佫有比食啉佫較好的代志，佫較要緊的好。伊講放棄家己的自由，無造成你的損失啦。佇上帝主權下面佫較好的是，咱會當毋是照律法的舊方式，是照聖神的新方式來活出合佇上帝公義的義的性命。佫較讚的是甲上帝和好的和平，這就是咱的平安吼。所謂咱的平安是甲上帝和好吼。享受佇上帝榮耀內底的歡喜。加利文安尼講，保羅用這個甲仁者來比較，毋是指公義、和平甲歡喜這三項就成做基督的國度，是表明上帝國是屬神的物所造成的。伊愛咱這個有份佇公義的人享受迄個無價，看做無價的好，得到良心頂頭平安的歡喜。羅馬書14章18節安尼講，上尾咱做伙來讀這段經節，做伙來讀來。
用安尼来服侍基督的人，会互上帝欢喜，嘛会得到人的称赞。什么是上帝国呢？我真歹用简单几句话来讲，就是主耶稣嘛用真侪譬如咧讲上帝国。咱来知影，伫主耶稣的上帝国内底，指的是迄个上美势，互人看做无的代志顶头，就来布宴结正。约翰卫斯理，这嘛是卫理公会的主要开始的人。伊讲起一个互伊人生永远无法度放袂记一个经验。当伊对英国坐船要去到北美洲的乔治亚州，伊当时立愿要原住民来宣告。当时伊所坐船伫大西洋顶头，互迄个海涌甲风暴来拍，所以伫伊的日记顶头是安尼写：伊讲这个大海猛烈真大，迄个阮船顶迄个房，迄个大的房，规个拢拼落来到伫甲板顶头，拍做碎片，砍掉规只船，大水就安尼浸入规只船内底。阮亲像要拄着船难啊！阮亲像拄要互人互大水中淹没啊！然后伫船顶的英国人，这边叫迄边叫，大家哀爸叫母咧哀求。总是卫斯理伫这条船顶头捌另外一群人，这群人是当时一个兄弟会的宣教士。这群人嘛对英国要坐船去美国，所以伫死亡的威胁内底，这群人完全无声伫遐咧祈祷甲敬拜。所以事后，卫斯理互这群人因完全无惊的迄款的态度，着惊。伫日记顶头，伊描述后来伊甲因的对话。卫斯理是安尼讲：事后我问因其中一个，问伊讲：啊，你敢袂惊？伊应讲：感谢上帝，我无惊。我阁问讲：总是恁中间的妇女甲囡仔拢无惊吗？伊嘛安尼应答：无，阮的妇女甲囡仔拢无惊。我活转身看另外一群伫遐行半死的厝边，伫共一只船顶头，伫面临危险的内底，彼此的反应是遮尔无共。一方面敬畏上帝，因安静平静；另外一方面无敬畏上帝，来惊吓不安。随上卫斯理伫遮所描述的，拄拄好是一北上帝国的图像。咱来知影，其实咱每一个人拢是人，伫咱拄着危险的时，透有可能无惊。总是当咱清楚，咱心内底知我是上帝的囝，我是活伫伊国度内底。然后伫伊的国度内底，只有听来掌权。那安尼，咱就会知影，并且深信，上尾伊会保护、热看甲包容。那安尼，有啥物通惊的？做伙来祈祷。主，愿知，愿就活伫你的国度内底。伫你的国度内底，愿享受公义、和平、甲欢喜。主求你，也怜悯阮这个有罪甲有限的人，阮只有看到阮
会有限，甚至阮伫阮的黑暗内底，伫遐伫哀爸叫母，求上帝怜悯阮，帮助阮，医治阮。求上帝也帮助阮，互阮无掠家己做过头的刚强或是软者。求上帝引带阮，互阮所有的自由是上帝你所赏赐的自由，互阮真正活伫你国度内底。因为伫你的国度内底，只有听，才有掌管阮的性命。阮因为安尼来得到平安。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定伫我心。咱三个来吟圣诗621首，勇敢坚固信徒，会将车起立。勇敢坚固信徒，他也真艰苦，不论何派艰苦，阮对我求助。虽有失望危机，反等那有勇气，对起头所引无向前行天路，拄着有本上帝生命的包围，条条路无彩工，信用袂摇动。虽然拄着对敌，要顾客主怜悯，别看见辛苦都向前行天路。求主是阮大好的相信帮助，我在行进路点，通行接应线，免惊失眠梦想。无环境卡影，每日的辛苦都向前行天路。多谢奉献，请副旗方赖介意指示。
会众请起立。咱大家仰头来做奉献的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感谢圣灵甲阮同在，感谢上帝，互阮满满的恩典，阮上加阮。阮希望阮淡薄的金钱，愿主接纳，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不过大声，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上帝主权的实现，毋是靠人者，是靠圣神所赐的公义、和平、甲欢喜。罗马书14章17节，请。上帝主权的实现，毋是靠人者，是靠圣神所赐的公义、和平甲欢喜。罗马书14章17节，上帝主权的实现，毋是靠人者，是靠圣神所赐的公义、和平甲欢喜。罗马书14章17节。咱来献求周报第一，后礼拜，学师同工，请咱大家来注意，周间的聚会甲教育部的课程，小组的聚会。第二，奉献的名册。请咱家己来看，若有顶答，请来甲中级还是办公室来反映。消息报告第3页，本主日是大港节第2主日，咱来点到第2期的垃圾。第3，传道部第3部会甲第3摆圣诞节筹备会议，中午12点30分伫701教室，请部员甲同工来出席参加。后主日12月14是普世圣经纪念主日，咱要欢迎圣经公会总干事钟淑慧牧师来本会来正道请安报告。咱吴牧师要来到八地教会来请安报告，为着普世圣经纪念主日。后主日是大港节第3主日。请第3主日点值的服侍人员，甲各团契的首长、敬拜团来注意。12月份定期的中级会书面报告，小会伫下午1点伫701教室来召开，请小委员出席。教会消息，生日祝福。为明年度开始，毋瞒咱的兄弟姊妹伫生日迄天，咱教会会当来有一个满满的祝福，有一个生日卡片，这个后辈来互各区长的关怀，甲牧师的祝福祈祷。所以呢，请邀请所有在职无在职的兄弟，拢特别是无在职的兄弟，无就有来线上填写这个表单，用表单这个 QR code 来扫描就会使。也是讲到6楼办公室来填写，互咱每一个兄弟会当伫咱特别的日子来教会来献上生日的祝福。圣诞节
家庭的报佳音邀请会当来到6楼办公室来登记，12月4号到24号，看你方便的时间。阴年度关校的日子是12月28号，12月28号上午9点，9点，请所有要支出的请款单赶紧来，伫即个时间以前来申请。后面有圣诞歌的预定、东港的节目，甲2026年的月历，甲关怀部的主厨，咱请咱家己来看。合作社今仔日伫中昼12点30分来7控时来召开，请李干事来出席参加圣诞节的活动。咱办公室阁有即种海报。就咱伫迄个电梯看到的海报，你若要伫邀请咱的社区的人，你会当来办公室来刻，来遐阁有海报，会当刻去恁的社区来张贴，办公室有以上，请牧师。我伫遮有看到今仔日的兄弟姊妹有新朋友伫咱中间，然后总是咱嘛互相请安，因为我无摕到单，可能嘛无的确对，因为有人甲我。暗示讲老朋友回家了但是不要紧，咱等下会后咱互相请安，愿上帝的平安伫圣诞节的过程内底，互咱互相真正有上帝的疼，甲咱做伙伫地。我伫遮特别爱大家邀请咱大家，就是阮对明年开始，阮会开始祝大家生日。所以，因为要祝大家生日的关系所以阮会准备1点礼物，家属会当互阮去探访的话啦总是就是阮毋望家属啦有法度是迄日生日的迄日去啦但是有可能无的确对，就是免报咱的出生的迄个年份。只要月份就好月份甲日期就使。这头一项第二个是爱留住址甲电话，因为安尼阮较知影讲要请啥物人来关心就是会有2站的关心，就是阮会拜托区长来敲电话来关心所以第二个就是迄个咱生日的迄日，家属方便，当然阮。毋望讲会当去为咱唱歌了做一个祈祷安尼尔啦所以免想真侪讲要接待还是安怎免毋是安尼若无就是我会敲电话伫电话顶头祝大家生日快乐所以甲带大家做一个祈祷所以毋望家属即个内容，咱也会使有填写的。咱毋是要做特别奇怪的代志所以请咱毋通阁留其他的资料免就是迄个才必要的资料，互阮会当做即个关心安尼尔。所以愿上帝帮助夫妻，也透过即个生日的关心咱嘛有真好的兄弟，嘛有提供一寡礼物，所以到时阵。若家属会当亲身去，阮嘛会早生日的礼物去啦礼物去。所以愿上帝帮助夫妻，互咱真正不只是迄个庆祝主耶稣生日，随上咱嘛爱庆祝咱每一个人性命的生日。透过庆祝即天，咱来感谢上帝赏赐创造的祝福。这是咱明年度会开始做的一项代志所以要拜托咱大家家属来使做伙来留落这些资料，这是头一项。第二项是对即礼拜开始，昨暗时咱有点灯，所以咱有圣诞节的这系列的活动，其中上主要伫即个周间，咱会提供。报佳音的机会，所以要邀请咱兄弟姊妹、家属来使，伫社区也会使，伫咱的厝内底也会使，咱会当提供讲，阮欢迎牧师带人去厝里报佳音。安尼，
嘛会当伫社区内底，咱也甲社区的即个大楼的住户讲有清楚嘛会使，所以咱会使透过安尼来报名，然后愿上帝帮助扶持，互咱伫圣诞节的过程内底，真正会当感受到温暖。就安尼。上演390首，阿乐天父万福本源，会将车起立。阿乐天父万福本源，观念结大，仁爱交正。阿乐耶稣上我最欢，最我中保，将你万关。阿乐诚心感化罪人，受死怜悯，恩惠之心。阿乐圣悲圣仰圣心，三位一体，一相即尽。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别倒。
平安礼，互相请安，耶稣听你，愿你平安。